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嘛一直对外呛声讲，伊要甲巴拿马运河收回来。原本有经营权香港的好家人李嘉诚，伊的长江科技事业嘛宣布，伊要以7500亿台票，甲伊下面港口集团8成的股份，拢要卖给美国的资产管理集团。安尼先做，等于是代表巴拿马主要的港口要交予美国去控制。 My administration will be reclaiming the Panama Canal, and we've already started doing it. 香港的大好业人李嘉诚创立的长江科技事业，初时宣布甲旗下港口集团80%的股份，以7500亿的台票计价，卖予美国资产管理集团贝莱德控制的一间公司，其中也包含巴拿马运河的2个港口。巴拿马运河的所有权虽然属于巴拿马政府，不过运河头尾2个港口是由长江科技港口集团得到特许的经营权。不过未来贝莱德会得到2个港口90%的权益，等于是香港企业完全退出。将势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川普上任以来，真侪届呛声讲要甲巴拿马运河退回来，佮指控运河是由中国阿兵哥经营。China's involved with the Panama Canal. They won't be for long, and that's the way it has to be. 李嘉诚甲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受到关注，不过并无实际证据显示伊本人也是长江科技事业甲中国政府有直接关联。长江科技事业也表示，这届交易会当带来真惊人的收入，这完全只是商业考虑，甲政治议题无关系。巴拿马运河伫重要的运输关口，连接大西洋甲太平洋，每一年有14000只的船只通过，占全球6%的运输量。也因为运河特殊的战略地位，可以伫川普上台了后，成做全球注意的所在。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